有民眾是伫咧公共政策網絡參與平台來提案，要求政府就愛修法，全面來禁止飼隻野外的物種。衛福部呢是回應講，照這傳染病防治法，這是袂當全面禁止的，呼籲民眾以賣接觸甲賣飼野生動物為原則。台灣流浪貓狗造成的問題真多，但不是有駕駛野生動物的代志，也是甲人類發生衝突，甚至造成公共衛生的問題。公共政策網絡參與平台有民眾提案要求政府修法，全面禁止飼野外物種。十個衛福部回應講，愛是傳染病媒介，也是有傳染疑慮的動物才會進行防疫。若是照傳染病防治法，袂當全面禁止。不過，民團這期這無下風險管理的原則。這一次衛福部有另外一個提到的一個做法是說，他會去強調這個衛教措施是不要接觸、不要獵捕、不要飼養野生動物，但是一方面卻可以放任，就是民眾去餵食這個遊蕩犬貓，然後造成這個犬貓去跟野生動物接觸的機會，那這樣的邏輯顯然不是很完整的。兵團嘛指出，目前小狗病疫區已經拓過大安溪到苗栗，在咧苗栗已經累積30幾個案例，有愈來愈嚴重的趨勢。雖然衛福部呼籲民眾莫接觸、莫飼野生動物，不過兵團指出，農業部所有公費補助在推行責任飼養，法政要管理有在飼的民眾，這個衛福部的原則是受違背的。會造成不只是遊蕩動物的群聚，它也可能會造成野生動物來吃這些食物，增加接觸的機會，那就會增加這個疫病的風險。所以以這個防疫的角度來說，我們認為不應該造成這個人為群聚的狀況，那我們就應該要去管控這樣子的行為。兵團提出訴求，希望衛福部應當禁止民眾飼流浪貓狗，農業部在小狗病疫區嘛，應當確實以毒流浪貓狗收容甲注意不要定策略，嘛要求政府的防疫政策就要一致。記者盧尚如、曾俊堯台北報道。